圣所说教，同未断我。我难治故，先以事。遮随我心乐，皆曰不作，我所不欲，志必行之，故于修舍见的调伏。无奈我本处境还深。下载文件档，云端硬碟文件档，云端硬碟文件档，没有很快。蓝天凯擘大宽屏，早上测到了个位数的下载处理个位数的mega，很大了。这样可以看，你可以看到中文。